認識修辭手法，陳棣。讀一讀下面嘅句子，想一想句子運用咗乜嘢嘅修辭手法？颱風逐漸逼近，它吹起紙張和落葉，搖動窗戶，破壞農田。佢嘅內容係按颱風帶來嘅影響，由小至大排列，所以係用咗陳棣。陳棣就係由3個意義相關、結構相同、字數相近嘅語句排列而成。陳棣可分為棣聲和棣降兩種。佢嘅好處係幫助讀者有條理地認識事物，加深印象，並能加強文章嘅氣勢。我哋而家睇下棣聲嘅例子。正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生之計在於勤。我哋要把握好時機，為實現理想而努力奮鬥。句子由一日到一年，再到一生，體現咗時間嘅遞進同埋延伸，呢一種就係棣聲。棣降嘅例子，小字嘅歌聲由大至小，由小至弱，最後完全聽不到了。句子寫小字嘅歌聲由大到小，再到弱，直到最後聽不到，聲量越來越細，因此呢個係陳棣手法中嘅棣降。而家讀一讀下面嘅句子，分辨句子嘅內容係唔係陳棣句，佢係表示咗棣聲定係棣降呢？今天出門時，雨下得很大，後來漸漸變成毛毛雨，現在已經雨停了。佢係屬於棣聲、棣降定係不是陳棣？答案係棣降。我們要學會感恩，不僅要感謝父母，還要感謝老師，最終要回報社會。句子係屬於棣聲、棣降定係不是陳棣？答案係棣聲。公園裏有清澈的池塘，有鮮豔的花朵，有翠綠的樹木，令人心曠神怡。係屬於棣聲、棣降定係不是陳棣？答案不是陳棣。而家大家請用陳棣手法嚟續寫以下嘅句子。遊樂園以前人潮擠擁，後來遊客變得稀少，現在剛學游泳時，我只能找着浮板踢水。影片結束，請同學點擊影片下方嘅連結，完成練習。再見。